正喺北京訪問嘅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，尋日以台灣維新基金董事長身份同國台辦主任王毅會面，會上面談到九二共識。謝長廷引述王毅話：解決差異係負責任嘅態度。而謝長廷就回應話唔認同九二共識，但就認為要解決差異。駐北京記者龍慧如報導。謝長廷朝早喺北京出席調酒比賽活動之後話，同國台辦主任王毅會面係自然嘅事。2個小時嘅會面傾到九二共識，雙方都認同要解決差異。他認為，要去解決差異，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啊。他有肯定說這是個負責任。他也同意說，如果一直這個差異都沒有解決，啊，不去解決，那坦白講，也會讓這個大家不知道，到底啊有很多不安，還有一個理想到底在哪裡。我是表達我們就是不認為有九二共識這4個字，啊，那我們認為我們有替代方案，啊，那我講的憲法課表就是替代方案啦。謝長廷喺會上面話，兩岸喺未來要面對差異、尊重差異、處理差異。被問到早前台灣主管大陸事務嘅官員唔認得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，謝長廷就特登展示手機入面賈慶林張相。謝長廷喺北京嘅行程，除咗會參觀鳥巢，仲會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見面。謝長廷今次係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到訪大陸，完成5日訪問之後，星期一會飛返台灣。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龍慧如報導。